有冇試過煲中藥？飲完覺得效果時好時壞？其實傳統煎藥嘅藥效好容易受火候、水量、煲藥時間，甚至用咩水、咩煲都會有影響。只要有一個地方做得唔好，有效成分就可能流失。辛苦咗咁耐，反而未必吸收到中藥嘅精華。而家大家健康意識高咗，好多人都想保護肝腎，但生活咁忙，日日煲中藥變得困難。呢個時候，肝腎力就係你嘅好幫手。肝腎力用咗專利萃取技術，精準保留中草藥入邊嘅活性成分，令濃度同純度都有效提高。呢啲有效成分經過科學配比，全部濃縮晒喺方便攜帶嘅定劑入邊，劑量準確又易保存，無論幾忙都可以隨時隨地輕鬆補充，完全唔使煩煲藥。同傳統煎藥比，肝腎力更易吸收，效果又穩定，非常適合現代都市人長期保健。揀肝腎力，令你嘅肝腎健康更有保障，保健變得簡單又有效。